就是哦，我有兄弟反对啦。我少年的时阵哦，有一个兄弟哦，足爱开车的，但是呢，伊厝内无车，伊就甲我借迄一台奥多麦。经过3工，伊还我的时阵，哎哟，阮老母讲吼，我是毋是买新车？迄台车甲我改甲足喜欢的啦！我大概哦要骑车的时阵哦，阮规个家己市的乡亲拢知影我要出门啊！啊哦，迄烟筒讲哦，吹咧有够大声的啦！啊，迄头顶尾顶哦，改甲呢哦彩色的，袂输哦，我敢若我毋知我是咧骑奥多麦，还是咧骑电子火车啦！哦，哇，一个拢无咧！哎呦！其实你是一个真好笑的艺人，你为什么拄只的卡本你敢若愈讲愈生气？其实你头前拄啊开始的时阵，佫袂歹，而且我好奇，因为伫咧比赛以前，所有人拢会甲卡本交互阮，吼。啊，你的卡本甲你即摆讲的完全无共款，是为虾米？你家己改啊？干嘛呢？对啊，拢无共啊，我是讲这毋是伊卡本啊。因为我感觉讲吼，我本来讲的迄敢若无啥好笑。嘿，哇，啊，我感觉我改甲佮改一个更较好笑。我甲你讲，你对拄则讲的，你讲你本来讲的无啥好笑，但是你尾仔改，更加无好笑，原来是安尼。更加无好笑。